歡迎大家嚟到葵青劇院演藝廳觀看啊！觀賞今年我哋會先演嘅古老戲武重嘅選段，後邊再演嘅咧就係我們不是武大與今年。嗱，嘅戲種係咩嚟呢？佢係屬於重説劇系列，即係重新去審視一個歷史角度去睇個戲，就重新創造一個戲。呢個系列咧最早係源於咧藝館直播室，係希望透過佢咧為啲青年演員同埋編劇提供創作同埋實踐嘅平台，俾佢哋從一個新嘅角度去重新審視傳統故事同人物。喺開始之前咧講少少嘅戲裏邊嘅係正法念處經。嗱，呢一個係一個佛教嘅典籍，咁裏邊嘅卷第9咧就咁講嘅，就話妄語第一火，尚能燒大海，放燒妄語人，猶如燒草木。你話如果有呢個業報出現呢，先嚟燒個妄語人，跟住咧燒到佢咧猶如燒草木，即係話咧你知啦，燒木都好快燒完啦，仲係草灰木咁簡單，一燒冚冚聲灰飛煙滅。所以係警示我哋世人啊，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妄語，同埋呢個係從佛教視角出發，反思一下口業同流言對人性嘅傷害，惡口如刀，戲論傷生。喺資訊泛濫嘅年代啊，我哋記得要慎言慎聽。今晚呢個舞台版《我們不是武大與今年》係由謝曉瑩領導青年演員吳立希、郭啟輝、周樂彤編劇，然後由高潤鴻師傅參定劇本，務求令到文本更臻完美，為各位呈現一出既有現代思維又不失傳統風骨嘅誠意之作，夠誠意啦啩？我你講得，你講啊！一個藝術團嘅成立，要成立一個藝術項目，佢嘅誕生壯大，除咗藝術家佢本身嘅熱忱之外呢，更離唔開咧有遠見嘅承擔支持者。喺呢度，我想大家要多謝一位我哋非常重要嘅同行者，致以最崇高嘅敬意。佢就係帝豐金融集團主席李文偉先生。點解我哋今晚特別要做呢一個儀式呢？原因就係因為疫情期間呢，喺線下嘅戲曲演出幾乎全面停擺啊！粵劇面對前所未有嘅挑戰，李主席呢以實際行動支持我哋，贊助建立凌霄藝館，俾團隊得以喺困境裏邊開拓新嘅演出同埋推廣空間，持續同觀眾連結，令到粵劇聲音不致中斷。自從重説劇系列開展以嚟啊，李文偉主席一直鼎力支持呢一個計劃，得以從一個構想逐步發展，至到今日重説劇作品已經係有17個，走到現在每一步離唔開佢嘅信任同埋支持，我再次多謝佢。冇李主席就冇重説劇呢個延續同埋成長。喺我哋嘅成長裏邊，佢唔單止係贊助者，仲係一路同行推動呢一個系列誕生同埋發展嘅重説劇之父。我哋感謝李主席，為咗表達我哋最誠摯嘅謝意。現在呢個你要拍啦，我哋有請香港凌霄劇團金凌霄、青凌霄主席兼創辦人謝曉瑩小姐。咁嘅聲音唔係啊嘛？謝曉瑩小姐。同埋藝術總監、音樂領導及設計高潤鴻師傅，上台陪同重説劇之父帝豐金融集團主席李文偉先生上台，有請，俾啲歡呼聲我聽下好唔好啊？歡迎歡迎，多謝李文偉主席。以後落嚟，我哋請李文偉主席為我哋支持，有請李主席。多謝大王咁樣介紹我啊！我喺入邊聽咗2、3分鐘㗎啦。我講耐咗，好多謝你哋啊！好，各位支持嘅曉瑩嘅影迷嘅朋友，大家晚上好。好感謝阿曉瑩啊，俾嗰個重説劇之父我嘅稱號。咁啊，但係我咧
更願意咧視自己為一個同行者，一路咧見證這個計劃從無到有，穩健成長。疫情期間咧，劇團咧面對重重嘅困難，仍堅持創作。我感謝帝豐金融對靈霄藝館同埋直播嘅支持，讓粵劇喺最艱難嘅時刻能夠透過屏幕同觀眾連結，傳遞能量。今日松雪劇系列已經係累積咗17個作品，更成功發展出3個完整嘅舞台版，包括《白蛇》、小玉恨傳同埋我們不是武大與金蓮，呢個係重要嘅里程碑。最令我感動嘅係見到青年嘅編劇同埋演員快速成長，勇敢為傳統粵劇注入新生命力。我對松雪劇嘅未來充滿信心，希望你哋嘅作品越嚟越多人欣賞，登上更大嘅舞台。最後咧，再次感謝所有台前幕後嘅伙伴堅持嘅付出，亦都希望我哋政府藝術嘅機構多多關注同埋咧慷慨支持我哋青年嘅戲曲創作。祝今晚嘅演出大成功！多謝晒各位。多謝李主席熱忱嘅分享。現在我哋有請謝曉瑩主席同埋高潤雄師傅向李文偉主席頒發感謝狀，以表示我哋對你嘅衷心謝意。為咗多謝李主席，除咗呢份感謝狀之外，我仲有一個特別嘅小驚喜，我哋誠意邀請松雪劇創作團隊吳立希、郭啟輝同埋周樂彤一齊上台，有請。我有禮物啦，原來。我哋有禮物嘅。咁我哋咧，其實咧，我哋呢一個戲啦，平時嘅直播嘅平台就係佢哋3小編啦，今日就加埋我啦嚇。咁咧就我哋覺得有個好重要嘅日子咧，就嚟到啦。下個月就係父親節咯噃，所以我係特別準備咗一份咧父親節禮物送俾我哋心目中嘅松雪劇之父李 Sir。係啦，咁咧其實呢份禮物咧就係一條靈胎，咁其實咧有個寓意咧，即係因為李 Sir 咧佢嘅支持啦，令到我哋呢個松雪劇咧係從網上嘅平台咧，就可以去到呢個劇院嗰度嘅演出，所以希望佢可以繼續咧引領我哋有更加多嘅作品，亦都可以咧俾大家觀眾咧更加睇到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嘅。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一齊多謝阿李 Sir， 同埋講多句父親節快樂！呢個係將我哋嘅多謝你，係啦，預祝父親節快樂！再次感謝李文偉主席支持，同埋幾位編劇精心準備嘅小禮物。嗱，份心意咧唔單止係一份感謝，更承載住整個團隊對李主席嘅長期支持、珍惜同埋敬意。現在我哋恭請各位主禮嘉賓咧留喺台上面，同埋以下落嚟，我邀請今日嘉賓同埋演員一齊上台拍照留念。首先係古老戲武松選段藝術顧問輝哥阮兆輝先生。輝哥今次演出啊，傾囊相授，喺傳統功架、身段同埋演繹上悉心指導。跟住係香港凌霄藝傳董事及香港凌霄劇團顧問李龍哥，一直以嚟對本團發展同埋比喻寶貴支持同埋指導，同行至今。仲有亦都邀請到咧，就係有冇睇《流行都市》啊？冇睇得，下次再睇。成日同我一齊主持拍檔嘅謝子倫小姐，你有睇我係胡家健啊？佢就係慘不忍睹啊！有請藍鳳姐，喂，俾掌聲啊！老倌出場啊！多謝藍鳳姐。仲有就係一眾演員譚詠麟、沈百全、吳國華、張兆倫、郝子王一齊上台。
歡迎咁多位，去俾掌聲啦！係，你當大家完場嗰時啲掌聲俾咗先啦。係啦。好，望住前邊啦，攝影師準備。望山頂啊！對唔住。講咗我啲稿啊！我哋其實咧都要咧特登要多謝咧大王，除咗專程嚟支持之外咧，仲幫我哋擔任司儀，可唔可以俾啲好熱烈嘅掌聲佢？係啊，咁啊唔使邀請啦，已經埋咗嚟啦。咁我哋而家再嚟嘅另一張合照。多謝。哇！好犀利你。好啦，我哋喺呢個儀式咧準備係圓滿結束之前咧，我哋請香港凌霄劇團金凌霄、青凌霄劇團藝術總監、音樂領導及設計高潤雄師傅為我哋致謝詞，有請高師傅。李文偉主席、各位嘉賓、各位觀眾，大家晚上好。我衷心感謝今日所有支持我哋嘅人，特別係李文偉主席，佢一直陪伴我哋走到今日。我哋嘅合作從凌霄藝館啦、松雪劇一步一步咁樣走到而家，每一段路咧都真係非常之唔容易嘅。松雪劇呢個系列係為咗我哋好多青年有一個編劇嘅空間啦，從一個新嘅角度重新去審視經典嘅故事。我哋嘗試顛覆既定嘅結局，重尋故事嘅根源，讓熟悉嘅人物喺當代語境中產生嘅新嘅意義同埋思考。我哋而家已經有3部作品係成功咁樣登上舞台，包括有《白蛇》、《小玉行傳》同埋今晚嘅《我們不是武打與金蓮》。每一個舞台版嘅誕生呢，都係經歷咗無數嘅嘗試同埋磨練，真係好唔容易。今日特別要感謝我哋嘅藝術指導，我姑姐藍鳳小姐。佢係我哋新編嘅中編劇《我們不是武打與金蓮》嘅藝術顧問。另外，我就想多謝我哋嘅長期嘅藝術顧問阿輝哥阮兆輝哥。佢指導我哋有15貫啦，同埋武松嘅幾套戲嘅選段啦，包括打虎、獅子樓同埋金蓮戲叔都係阿輝哥幫我哋排嘅。咁兩位前輩呢，喺藝術上嘅深厚嘅造詣同經驗呢，令到本次嘅創作提供咗好多重要嘅專業引領，令到傳統藝術嘅精髓得以更好嘅承傳同埋呈現。今次金蓮聯成金蓮嘅呈現係一個重要嘅對照，透過古老戲同我哋而家新編嘅劇並置對照，一一咁樣呈現官話演出嘅傳統古老戲啦。另一方面就以新編劇重新詮釋人物嘅故事，讓觀眾喺對比之中對粵劇產生新嘅理解。一路走嚟，我哋始終相信一件事，將傳統守到最後，讓我哋嘅創作走到最前。只有尊重傳統嘅基礎上，我哋先至可能走得更遠，亦都讓到粵劇與今天嘅觀眾產生真正嘅連結。展望未來，我哋會繼續深化松雪劇系列，培育更多年輕創作力量，同時推動更多跨界嘅合作，讓粵劇在不同嘅文化語境中被重新理解同埋想像。多謝各位，多謝高師傅精彩嘅致謝詞，希望大家帶住呢一份嘅支持，繼續喺粵劇創新嘅路上努力。我哋俾熱烈掌聲，多謝台上邊嘅嘉賓同埋各位演員。今年成今年古老戲武松選段加埋呢個新編中編劇《我們不是武大與金蓮》，儀式到此為止。